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8，耶利米书51章15节安尼讲：上主用家己的大能创造大地，用伊的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天开穹苍。三个来祈祷，用大能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的天平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伫世界未形成就存在，伫万物未受造就立定你的心意，伫人未设立伫地上就已经竞选阮的至权、至真、至圣上帝。主啊，当愿仰望你所造的天地，也观察你予四季的变化的时，主啊，我的心就谦卑敬畏。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你将创造的快乐运行伫阮的生命，互阮破碎的所在通得到复原，也互混乱的心得平静。黑暗的所在得见光明。主啊，因为你用家己的大能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天开穹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